人在日前招咱乡亲来赏花，台中后里环保公园本来就种真侪花，互欣赏，大家欣赏。最近除了种超过1公顷的金色这个日头花以外，佮专工引进这个金针花，这个柑仔色花海，未输呢这个梦幻版的景致，未少游客专工去赏花。看过去，一片金黄色的花海是真水，请真侪人来翕相，就连香港的游客嘛来呀。花也有很多种类，然后它们都非常漂亮。有人是介绍说还不错啦，就来拍一下。一整片黄黄的，然后它那个头跟着阳光这样子照过去，这样好漂亮，好漂亮。为着打造观光点，市府建设局最近伫咧后里的环保公园种花，互民众观赏。除了日头花以外，这届佫特别引进金针花。新增花了，我们就还赶快来看一下，这样子。很漂亮，然后也是很近，交通又方便。的颜色跟那个湖颜色的不大一样，这边好像橘子色哦。市府建设局表示，金针花的品种是2月潭3号，花色水较瓦柑仔色。按算5月到6月、7月到8月是2波主要的花期，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来赏花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